龍呢一個角色就係由10歲已經學京劇，喺北京電影學院以全國第1名嘅佳績昂然踏入娛樂圈嘅靚女水靈。由佢演繹玉嬌龍呢一個角色，可以話係最佳人選。為咗隆重其事，劇中2位主角何潤東同水靈喺今日專程嚟到香港尋找臥虎藏龍。等2位主角嘅出現，佢哋一現身，觀眾嘅情緒就高漲起嚟，而何潤東同水靈當然不負觀眾嘅所望咯，同大家打成一片。而全日最高潮當然係由2位主角送出嘅吊嘴飾物啦！你睇大家幾開心？其實有幸演出電視版《臥虎藏龍》嘅何潤東同水靈都好開心嚇，唔知佢哋拍嘅時候有冇壓力呢？嗬？這個劇集辛不辛苦啊？其實是挺辛苦的這個戲，我覺得因為我對怎麼講拍電視啊是很有興趣的，我喜歡做這個職業，所以我覺得當時會覺得很辛苦，現在想起來好像全忘了。而佢哋2個仲異口同聲咁話，最難忘嘅係喺宣化拍一場別開生面嘅接吻戲。其實看起來很浪漫，但是我們拍的時候很辛苦，就那場戲我們拍了3天，我吊了3天威亞，爬過。